春节连假还未结束，环保局清洁人员就已经正常咧收运粪扫。为了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，市长王伟霆2月10日伫环保局长谢世界陪同之下，特别来到林德区、东区慰问执勤人员，并致敬新春贺礼，感谢大家连假期间悠然坚守工作岗位。另外，嘛提醒队员要落实个人防疫，注意健康。清澈慰问，也让队员感到温馨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辛苦啊！代表市民来跟他们诚挚的谢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以看到春节连续假期，不仅是市区的垃圾，还有包括外地来的游客的垃圾，通通是这几天都要清运完。所以据我们了解，昨天光是清洁队员都收运了2、3次，就是车子都同一个路线都清运2、3次。为什么？因为垃圾量实在很多。所以呢，特别感谢清洁队员的辛苦，以及他们维护市容的努力。那在恢复开工的时候，大家都回到工作岗位去，希望说大家也都记得有一个干净漂亮的市容，这是清洁队员的帮忙。环保局初1到初3无收运粪扫，但也是有执勤人员留守。另外，也有派出人力维护春节期间热门景点、交通运输、主要道路等周遭环境，总计出动559人次清洁摒扫，以及1000多人次清运粪扫，为维护城市卫生环境做努力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